安南区公清里上互人印象深刻，就是到处核酸中央推动水患自主防灾特有社区，里里着王金秋正是背后付出重要的领导者。而且你敢知影，里着嘛捌真济重要在庙方，所以当看到伫伊老厝的周边栽种济济草本食物，特别是白笋啊、蝶兰、白叶灵芝等等。因为有清热解毒、消暑退化效果，除了成为制作青草茶真好的原料，嘛透过花草来美化现地的空地，成为充满绿色空间的后花园。一天，李长甲夫人利用风台过后的大日头，赶紧将所收集各种无同的食物来拍好干，惊一旦臭铺就无采。加上用专工模仿古早灶骹所起的大鼎灶来控，一啉透心凉，特别有滋味，嘛成为热人里长上好的招牌。我知道啊，整理啊，做好势，做水啦，袂歹啦，伊就拢咧像青草啊茶，咧分人食。咱这草地所在拢较有这青草啊物件，不管是七赞塔啦、白叶灵芝啦。啊是伊迄个像这泽兰竹兰，阮这草地拢足济。你像我安尼这厝边拢看拢有，咱就是用这会当掀开做，互人退火食。所以讲阮用就地甲去落炒起来拍互焦，然后咧，较来烘青草仔茶。咱烘青草仔茶了后咧，包括阮的巡守队员啦、义工啦，包括厝边头尾啊、砖头，拢会当分因啉。青草茶拄来成为公学里稳重版的饮品，里长嘛伫埕拍安南区所收成的乌麻。里长表示，虽然安南区农产收拣较济，嘛无像安定、西港用乌麻来发展一乡一特色，毋过也是有人会种乌麻。等采收以后，就参像安尼用白仔来散开乌麻籽，甚至用卡来撸撸的较简单。不管产量济少，嘛是一种在地资源，用乌麻制品加减提升社区的经济。其实安南区含安定也好，含西港也好，拢有咧种这乌麻啊。乌麻咱种起来就是讲会当直接卖，为咱农民会当提去人迄个咧做麻油的工厂，包括会当做麻油，嘛会当做这个麻糖，要家食好，要卖也好。已经第六届里长过去嘛是做事，伫府场附随之下，希望用一杯青草茶，或者是乌麻制品来感受因满满的人情味。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